来看行政院长杜英泰无要复苏在违法修正案，总统赖清德嘛小听。那别立委早起是宣布讲要提案来弹劾赖总统，嘛要求总统爱到国会说明。总统府表示讲，在野党的提案，就证明讲咱国的宪法立法院是会当制制行总统，无行政滥权的问题。也毋过哦，弹劾案要成立，需要2/3的立委通过，搁爱大法官2/3同意，所以至少就爱有9个大法官同意。也毋过哦，目前大法官只剩8个。赖清德下台。大声话9号，国民党甲民进党立委19早起伫立法院议场门口召开记者会，宣布要正式提案弹劾总统赖清德，搁展开全国的公听会。弹劾违宪总统，守护台湾民主。那被立委做伙批评赖总统和行政院长杜英泰对国会通过的法律案无附属、无公告、无执行，行为已经是毁坏民主宪政。那提出弹劾案，搁要求赖总统到国会说明。总统可以借由不公布法律，使得国会3读通过的法律形同具文，我们的民主宪政自此崩坏。赖清德已经称帝，赖清德已经完全不在乎全国的民意，国会已经没有办法来监督这个总统。这个怪兽的总统。根据总统弹劾案的流程，要由立法院全体立委一半提议，2/3决议通过，再送到宪法法庭审理。参与评议大法官袂使比10个人较少，若是大法官现有总赢2/3同意，而且同意人数袂使比9个人较少，弹劾案就成立，比弹劾人面临解职。在野党所采取的这2项大动作，其实恰恰好足以证明，在宪法上，立法院是有手段可以对行政院长和总统进行制衡的。那么，这没有所谓行政滥权这件事。那宪法法庭已经在去年由国众联手2修宪诉法，造成法庭的瘫痪。宪法法庭既然无法运作，那立法院要如何弹劾总统？这就是喊喊而已。在野党立委要提案弹劾总统，面临2大挑战，其中爱2/3的立委决议通过，以113席立委来看，爱有76席的立委决议通过。不过立委有51席，恐惊是一个难关。所来就是目前大法官敢若8个人，不过弹劾案要成立，其中一个条件就是同意人数袂使比9个人较少，这原来是这项条件。公视新闻采访报道。